信件内容才会念呢，让手机程式自动念这个信件内容。按你长按，全部选取，按右边3个点向上滑，按朗读。大肠息肉底线子宫内膜增生底线脂肪肝底线伤口不易痊愈底线血足肿底线咬指甲底线皱纹底线乳汁不足底线肌少症底线水肿底线低血压底线肠感冒底线贫血底线脊椎侧弯。网页链接。要补充蛋白质，用植物性的比较好，纯杏仁粉。以前看过的影片呢，中医师说那个胃溃疡了，要让伤口赶快愈合，用纯杏仁粉。纯杏仁粉哦，泡热开水，温了才喝。在饭菜里面加入1汤匙，用汤匙装的纯杏仁粉，然后冲泡一些热开水，跟那个饭菜拌一拌。